只是的聪明狗。And John Swift from Lomita, California. 可以洗个澡了，但水变凉了。谁捉弄我呀？我要热水，笨蛋！我要热水！哎呦！我要热水！我要热水，越热越好！太舒服了！50号球衣的丹尼预备底线得分了，还以为终于获得队友的欢心了，可是他错了。各位将看到最短程的单车比赛。魔术师是要从小培训的。现在你见到我了，现在见不到我了。请向我的助手致谢。另一个魔术表演，裤子上的滑道印是怎么来的？最好是同时懂得多项运动，总有一项随时派上用场。飞猎打高尔夫球来舒缓情绪，在第一个发球点还慢条斯理，所以永远无法取得更佳的成绩。情绪得到了舒缓，不再乱发球了。这游戏大大影响他的做人态度，以后遇上困难便一走了之。下周他的志愿是成为火箭。精彩情形发生在私人棒球场内，罗莎妮修女预备打第一球。她极致好人，害羞谦虚，竭力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第二球，教孩子弹琴，辅导新婚夫妇，说话总是温温柔柔。救命！救命！他替宠物洗澡以筹款。第三球，附近的孩子都叫她甜心修女，她永远好言相劝，轻拍你的头部。罗莎妮修女坐言起行，有资格位列仙班，先别妨碍着她。喂，你好，戴耳环的女郎。好的好的。我来看你出租的那间屋子，希望你还没有出租，让我看看。很不错。地牢很宽敞，我租下它吧。我要叫家人一起来。很多人说马修的宝宝最丑陋。你们要全身放松，举起双翼。阿毛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我做掌上腰，2、3、4，我利用雀巢做健身院，稍后去金鱼塘做仰卧起坐。谁按错了钮？广告已经播完了。怎么参赛的尽是猫没有狗啊？播放这节目的时候别跟我谈话。记住，你的4只爪子，我只有2只，这就是聪明和愚蠢之分了。障碍在此，你乖乖躺着，我教你如何用鼠秒爬上屋顶。我认为摔跤好比烤饼，把粉揉好，预备烤小圆面包。记着要开煤气。晚饭时间，这次顺时针方向吧。在此10万元在玻璃箱内。汽车防盗灵敏的感应到是屁股。
哦，真是害羞极了。哦，我该用双面胶粘好这裙子。哦 Freddie, don't get the... 别弄湿宝宝。什么？ These people are floor test. 他们是测地板人员，地板糟糕。另一吸血鬼归西前出最后的一击。 Get in one leg. 她真美呀、你没事吧？ Is who okay? 谁呀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Along, you saw beautiful. 你见到美女了，撞杆子倒下了。 I fell down. 哦，我倒下了吗？别动，他走回头了。谁回头啊？算了吧，我约过他以后再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 When trying to match. 学空手道不穿衣，拿棍子叫好。 Hey, Armando. 艾杜给人看新的平衡牌照。 Okay. 我教你打，先张开双脚，对，谨记着这一点儿，向后挥动很厉害。 Back swing. Oh, we're nearly there. 但也没有剩下我在橡树处。